各位观众朋友，我早欢迎收看5月16日早起新闻，我是朱军。国内昨无增加病例，连续33天无本土的案例。虽然疫情转去，但是真侪活动使用欠名册，引起个人资料有可能外流的质疑。疫情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强调讲，未来会以会当直接联络到人的方向来规划。另外，国外观光是毋是要渐渐开放？因为即马国际疫情也阁无稳定，就要斟酌考虑。国内头一届连续8天无人确诊，嘛是第33天无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出现。全台湾的确诊人数维持伫咧440例。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桌顶特别放8粒芭乐来庆祝，希望民众会当继续遵守防疫新生活。8乐嘛，8个乐哈，我们都是8天来大家都很乐哈。那怎么样能够例行防疫的新生活哈，让我们这个乐可以持续的增加。国内疫情转好，各项措施嘛豆豆放令，针对餐饮、文化展演的活动采用实名制，可能会涉及各自的问题。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会用实名制是希望通好即时联络，所以未来会用实际联络的方式来规划，兼顾各自保护甲疫情调查的需求。我们需要是能够及时联络得上，所以有一点希望把它改成像好像名称改成所谓的实联制了哈，实际可以联络到哈，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规划。另外，外界关心边境当时会当解禁，敢是会当开放国外旅游？陈时中强调讲，国际疫情还阁无稳定，也阁唔敢开放边境，毋过会积极思考开放有限度的经贸活动。若是出现的部分，因为3年已经渐渐会当满足国内医疗甲民生需求，民众也是会当维持实名制来买。伫咧抢销的部分是考虑拄专属订用，改换做定额订用，剩落来数量会当外销。即马经济部甲财政部正在规划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按拜五开始，中华职棒会当有更较侪人入场来看比赛，人数自1000人提悬到2000人，嘛开放互母仔囝会使坐做伙。另外，伫食食的部分嘛放零，会使买球团所准备的便当，哪食哪看比赛。就是夏日的蔬食，那么可以看到我手中我们的轻时光。中华职棒15晚的比赛第一遍开放会当食物件，不过这个限定球团伫咧场内卖的餐鸭，是富邦悍将甲五星级饭店合作的5种餐鸭，互球迷享用。看棒球不吃东西有点怪了，对啊，就是边吃边看比较舒服啊。它是由中央厨房直接拿到这边来供应。那随着餐盒的话，也都会附上酒精消毒的棉片。那务必希望说这个球迷坐到位置上以后，打开餐盒能够做好很完整的消毒，能够安心的用餐。餐鸭顶头一个打球员的封条，互球迷收藏。除了开放食物件，互球迷较有困难画加油。入场的人数限制也提悬到2000，虽然也是爱坐梅花座，不过若带囡仔看球的家长会让家囡仔坐做伙，这边看球。来到现场看这种感觉是很特别，比较热闹，而且可以帮悍将加油。那现在有亲子座，那它有这个好像是手环吧，它就靠这个手环做识别，所以应该 OK 啊，坐在一起它比较不会紧张。第拜五晚新庄球场总共1720人入场，是今年全世界第一场入场观众超过1000的职棒比赛，其中内向1170张门票，伫比赛前就拢总卖出去。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恒春半岛和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咱来看上新的温度。气象局表示，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花莲、台东和恒春半岛会落大雨，而且是雷公雨。其他所在过昼了后有雷阵雨。明仔载受风台的影响较大，伫南部地区高温有可能超过37度。后礼拜2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全台天气无稳定。按算这波黄霜雨方面，上无会影响到后礼拜6。若是讲到今年头一个风台黄芳，昨暗已经减弱变做轻度风台。气象局今日游玩无排除有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另外来看屏东的春日，昨出现38度7的高温，高雄嘛有37度7。专家表示，这是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增强所引起的高温。另外，后礼拜黄霜雨方面来，西南部有可能落大雨，有机会替水库欠一管水。
台湾南部的日头赤炎炎，海面经过倒潮，好亲像是一鼎烧烫烫的滚水，规个热乎乎，真侪人是热甲挡袂掉，拢走去食冰。全身都是汗，然后晒太阳就觉得受不了，所以要吃冰消暑一下。今天非常的非常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到快裸体。根据气象局的资料，15中到12点10分，伫咧屏东春日测到38.7度的高温，高雄嘛是同款，伫咧中到测到37.7度。气象局表示，这是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才会造成这么高的温度。因为整个太平洋高压异常偏强，带来一个稳定下沉的空气。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呢，大概会在明天16号之后会慢慢的稍微减弱。若是今年的第一个风台黄蜂已经减做轻度，伫咧经过菲律宾陆送岛了后，伊个威力会阁减轻，可能会成做热带性的低气压。但是民众更较爱注意的是，后礼拜一可能会来黄山河方面。一整个礼拜，我们都会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而且这道滞留锋面其实是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而且水汽上面来讲也比较丰沛所以来讲，到了下礼拜之后呢，台湾地区普遍来说都会变成一个比较多雨，而且可能有强降雨的天气形态。气象专家提醒，后礼拜有可能拢是落雨的天气，爱甲水沟变好清气，以防雷公雨。即届方面，嘛替南部解决一寡欠水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证实，伊的教育部长也得到武汉肺炎。俄罗斯已经有6个官员治病，另外伫智利，这疫情犹原真严重。伫咧这首都圣地亚哥15开始封城，那是另外看到澳洲的新南威尔斯，这是疫情转去，宣布讲解封啊。不过照常爱保持社交距离。俄罗斯总统普京10日证实，教育部长法尔科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正做第10位得病部长，同时也是第6位确诊个案，目前已经好啊。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уважаемый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оправился уже, включился в работу активно. 俄罗斯的总确诊人数是15万2000多例，排在美国后边是全球第2。不过已经慢慢解封，运输经纪业甲制造业这些经济部门复工，民众坐大众运输甲入去店家，爱挂喙掩手笼。南美洲国家墨西哥有4万2000多例确诊，4477人死亡。平时经火葬场拢是遗体用要装袂落去，外界怀疑政府有限的检测能量，加上过送的社交距离，恐惊会互疫情更加失控。另外一个国家智利疫情也愈来愈严重，过去24小时增加2600多例，总共37000多例确诊。毛部乌几千个新房应付需求，医疗系统也伫要挡袂牢。卫生部门为阻止疫情，宣布首都圣地亚哥都会区为15开始实施封城。Easing restrictions have failed in so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 don't want that to fail in New South Wales. I want all of us to tak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way in which we respond to the restrictions. 澳洲人口上百的新南威尔斯省疫情是慢慢转好，州长15宣布解封，咖啡厅、餐厅甲到2礼拜重新开放，不过除非20人为上限，爱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即卖已经超过450万例确诊，死亡的人数超过30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方面的病例有8万2000多例。台湾昨无增加确诊病例，目前是维持440例。香港有1053例，日本1万6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俄罗斯超过26万例，美国已经超过148万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7万例，意大利超过22万3000例，英国是超过23万8000例，德国超过17万5000例。要安怎样重启经济，搁兼顾控制疫情，是目前国际上大的考验。全球有超过50个国家，经济出外爱挂喙安。伫瑞典有一个城市，伫公园倒加塞草险险来阻止民众群聚。西班牙有城市为了保护囡仔，竟然伫沙坡喷这漂白水，颠倒污染环境，引起批评。美国马里兰州的大洋城，一年平均有800万游客来这佚佗，但是为了防疫，封锁40多天，或这个所在变甲真冷清。We went from 35 employees down to 5. We had to lay off
pretty much everybody. Anybody that was in manufacturing, anybody that was waiting on customers, they're all gone just because our doors are all shuttered. 天气变热，加州几啊千人去海埔耍水，人济阁无挂嘴烟，防疫恐惊会出现空棚，所以加州州长下令把海埔关起来，但是效果有限，颠倒引起抗议。I'm tired of being in the house. I'm tired of not being able to go to my beach. 地方议会向法院指控政府违法，落尾加州州长该提出管制时间甲人数的计划，解除禁令。美国的疫情按算到热天嘛袂冻点。虽然有要求解除封锁的声音出现，但是民调显示，大部分的美国人反对这阵向强重启经济。超过一半的人认为，除非有疫苗，无亲像电影院这种军事活动，拢无应该恢复。There are literally dozens and dozens of summer music festivals where people are standing, shoulder to shoulder in packed crowds for 8, 10, 12, sometimes 16 hours a day. And I think everyone's realized that those festivals likely won't be returning this year at all. 虽然南部的城市路德，逐年这个时阵，民众拢会聚集伫公园庆祝热天到啊。今年选伫公园岛大量加塞，臭咸咸，防止民众聚集。另外，伫西班牙一个度假城市，伫沙坡喷漂白水，但是这种做法颠倒污染环境，引起批评。地方政府也出面回释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一开始，《自由时报》美国总统川普暂时呛讲要对境外制作产品的美国企业另外扣税金，因为希望把一寡产业甩出中国。迁回来美国本土生产。另外是联合报，中国国台办昨宣布发布这支持台商的11条措施，内容包括对台商减税、协助贷款、恢复生产、协助台商参加新的基础建设。过来是苹果日报，总统府传出有电脑受到攻击，部分媒体昨收到总统府所寄 email， 内底有几来个档案。经过了解，这封 email 的内容拢是假的。过来关心，台积电15宣布要去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工厂，希望2024开始生产。咱政府认为讲，较高级的技术还阁留伫台湾，但有关是保持技术领先的地位。台积电变成地缘策略家的逼真之地。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去年底参加公司办的运动会，捌提出地缘策略家的讲法了后，如今成真。15日早，台积电发声明稿，宣布要去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进行估计，强调美国厂主要是高阶制程5奈米，未来每个月产能有2万片，创造1600个工作机会，会伫2021年动工2024年量产，资本的支出有170亿美金。在与美国联邦政府及亚利桑那州的共同理解及其承诺支持下，有意于美国新建且营运一座先进晶圆厂。对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科技部长陈良基认为，高阶技术金流台湾，因量产的依去海外真合理。以5奈米来讲，大概以它完成的话，2023其实大概落后台湾是2个世代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经营的策略对台积应该是可以合理可以去判断。那对台湾来讲，就是要努力把先进制程能够在这里继续研发的这样的基础把它打好。不过，分析师认为，台积电去美国设厂一部分是来自美国压力，面对以华为为主的中国市场，未来台积电会面临选择，恐惊无法度够保持科技中立。显然是来自于美国方面的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那同时，美国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了要巩固它在新兴科技领域的一个地位，那么顺势也进行这个供应链的去中国化这样的动作。分析师表示，2024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将正式量产5奈米，台积电今年第一季5奈米对正式量产，更较悬的3奈米按算2021年量产，到2024年台积电制程可能已经到更较高级的7奈米制程。台湾依然应保持技术领先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贵人相思命案不得封判死刑的共犯谢志宏，检方调查认为无杀人事证，申请台南高分院再审。昨台南高分院解判谢志宏无罪，目前专案也可会使上诉。
都法院行出来，佮特别向台南高分院行礼3届，感谢司法行医清白。今年41岁谢志宏起用指控伫2000年，甲同判杀害一个女学生，还有一个老农民。这个案件1审、2审总共9届互判死刑，8当前已经定案。不过台南高分院的检察官申请再审，台南高分院去年3月份裁准再审，15早起谢志宏互判无罪。被告所辩是郭俊伟单独杀害陈女及张清木，有鉴定人的证词可佐，并非无据，而且本案查无积极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涉案，应撤销原判决，预知被告无罪。若是并撇来新证据，主要是台南高分院的检察官林志峰发现谢志宏去用掠时阵，第一时间有写好人性侵甲杀人的行踪交代稿，毋过拢毋捌出现伫咧侦查或者是心理灌装，而且精神的过程无录音录影，通好推翻原本确定判决杀人的事实。佮加上共案被告郭俊伟的证词前后无共款，可信度有疑，这寡证据拢通好证明谢志宏的涉案程度无悬。终身得到自由的谢志宏，除了感谢法官、辩护律师，还有成员团体以外，嘛希望未来争议案件拢会当得到公平审判机会。这些无辜者亲身经历，来再次检视所谓确证确凿的案件，请不要以罪犯来看待，而是以人来看待，让他们也能跟我一样接受到阳光下的监督审判。不过，若是检察官无上诉，就无罪确定，谢志宏依法会当提出刑事补偿。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头一个有宽停脚踏车道的关山清水公园已经启用21年，因为收过久，10当前想要改善，不过这个土地是农牧用地，无法度争取到经费，游客也减少。今年县府审查通过，土地变更做事业用地，有机会改换啊。关山清水公园有29公顷，入去园区坐脚踏车上方便。不过，为8年前开始，出租车广场就看无满游览车，即马防疫期间佫较惨，游客人数为过去一年平均有30-40万，甚至捌出现100万人条记录，甲即马只剩无甲2成。业者讲，若无更新清水公园的景观甲设施，会互关山镇的小店旅游慢慢消失。这个地方应该要再有新的景点啊，改变啊。关山镇公所表示，清水公园88年启用，到即马有21年，设施早就已经旧啊。10年前就捌提出改善计划，不过因为地部是农牧用地，互更新公园所需要经费受到用地限制。不过中央甲地方拢未当同意提供经费。不过这个月又提出清水公园用地开发计划，以定县观光为主要目的，得到县府甲审查委员同意，变更地部为特定目的事业用地，互活化关山清水公园看到希望。29公顷整个的开发，来结合整个游客、观光产业活动的整体的关山的清水公园。戴文达表示，即马会先规划设计，互清水公园沿露营、沿看天青，也改善水质，互更较侪野鸟来休困，甲亲自耍水的景观公园绿地。不过未来也阁需要中央补助经费，才做会到。记者综合报道。以台湾高铁当作故事骨架的台日爱情剧《路台湾 Express》是公共电视和 NHK 做伙制作，总共有3集，描写台日3个世代的情感。今日伫台湾甲日本开始放送。由台湾的公共电视台甲 NHK 斗阵改编效日制作的迷你电视影剧《路台湾 Express》，是头一部以台湾高铁兴建营运为背景，讲到台湾甲日本3个世代感情。男女主角是由炎亚纶，也个日本 NHK 女演员柏流来共同演出。日本的品牌加上台湾的品牌，让世界看到合作的精彩的作品哈，看到台湾3世纪之间的感情的交流，好像是平行的，但是又交错的，但是看似非常的平淡，但是又非常温馨又深刻。
这个就是戏剧张力的所在。路台湾 Express 是改编对有名的作家吉田修一的小说，背景发生在1999年，日本新干线得到台湾高铁系统的工程交涉权，女主角被派到台湾，经过甲男主角熟悉，也个失去联络的故事。而高铁为着协助拍片，毋但在深夜收班了后，重新发动列车，也互司机列车长出现在影片内底演述，呈现上真实的高铁故事。台湾高铁从当年的筚路蓝缕，一路走到今天的快速便捷，细细来品味高铁建设背后无数的动人故事。高铁表示，为了协助电视剧拍片，投入的能力甲各项协调准备工作是非常多。一部看过感动人、温馨的迷你剧，16在台湾甲日本两个所在同步播出。记者综合报道。有囡仔伫感冒的时阵，无法度清楚讲出倒位无爽快。嘉义加一个学生为40几场幼儿病痛多卡，参加比赛受肯定，也帮赞医生治疗的判断。教练幼儿是在图片顶面的状况，总共47张的病痛图片，都是要让幼儿伫感冒的时阵，会影响大人来表达家己对无爽快。小孩子除了可以透过图像跟家长沟通之外，那家长也可以透过后面的这些文字去教导孩子说，你该怎么样去表现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学校表示，幼保科有一门叫做幼儿发展的课程，让学生来对幼儿进行观察。制作图片的团队就是伫这当中发现幼儿无法度清楚的表达无爽快的感觉，才会用画图的方式制作这的图片，协助家长来了解。透过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方式，这是一个蛮实用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题材，一个应用。我觉得这次能够脱颖而出，这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原因。制作团队就表示，图片设计毋是因的专科，所以这47张的病痛图片后壁拢有加上国语甲台语的文字说明，就是希望这个物件除了会当成为学校教育的教具以外，嘛会成为家庭当中祖孙或者是亲子之间共同学习的教材。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伫咧泰国防疫封锁已经1个月啊，出现效果啊，已经连续几日天增加的确诊拢无超过10个人，6大类的场所即马有条件解禁。人潮也豆豆回流，不过店家拢有遵守防疫规定，全面防疫正做常态。泰国曼谷中国城人丁阁出现了上热烈的夜华日落，小食摊开始伫无营，汽车间的头家已经休困了40天，收入减少7成。看到人客来是真欢喜，不过同款爱遵守着安全距离，每物件转去甲世界的民众拢都爱乖乖挂喙罨。泰国政府即摆是有条件开放市啊、百货公司以外餐厅、路边摊、小型商店、公园、美容院甲宠物美容等6大类的场所，但是要严格维持社交距离甲消毒规定14天。观察期过了，才决定讲是要进一步解禁。市中心市民窟重新开放，行员舞者挂透明面搭。ไทยมากขึ้น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รำมันจะต้องมีการร้องเพลง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มันก็ป้องกันได้มาก首都曼谷，逐天拢几百人排队要领食的物件，但是好野人的生活形态完全拢无受到影响，这嘛显现出好野人甲散车人生活差真济。因为全世界商务旅行拢停止，机场的接送服务生意真歹，有业者就推出帮好野人送物件新的服务。They're wearing gloves, so I'm quite sure that all the contamination is that there's no contamination of virus. And 泰国政府已经通过了刺激经济政策。总理帕拉维表示，疫情对着泰国经济冲击，恐惊会继续半年到9个月。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花莲、台东和恒春半岛会落大雨，其他的所在过头有雷阵雨。咱来做伙关心各地的天气资料。伫咧北部地区是25到34度，中部地区是25到35度，南部地区是28度到37度，东部地区是25到34度。外岛部分是24到33度。
新闻上尾来讲几句吉句话，有人咧讲一空掠双只，这是啥物意思咧？比如讲去山顶掘土挖空哦，掠山鼠，一空会使掠到一只，已经算袂歹啊。若是讲掠到双只，一空掠双只，就表示讲这是好空。要若佫有人伫讲一空掠三尾咧，这都真正好空。以上俗语提供互你做参考。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军，咱再会。大家好，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随着台湾疫情趋缓，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安心至餐厅用餐。提醒您，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方便餐厅记录。用餐前后正确洗手，保持手部卫生，并落实公筷母匙。而餐饮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厨师烹调时佩戴口罩及勤洗手，也是食品卫生安全的重点。最后提醒，若有感冒、咳嗽、不舒服症状，就要紧速就医，多休息。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市行的 DJ TK 啦。咱今仔日要来放送的主题就是，我心刻白白啊，走三关的歌戏。歌戏汉字写作歌戏，罗马字写作歌哇歌啊。好意戏，歌第一条，啊第二条，戏第三条。歌戏的发源是台湾早期的民间歌乐落地扫，会叫落地，是因为伊的表演形式简单，通常拢伫庙埕、空地啊，也是伫街路顶，涂骹扫扫咧就开始演出啦。嘛有人甲这种表演叫做本地歌。传统的歌戏内容真自由，定有做乐戏的，也就是先甲演员讲大概要演的剧情，然后演员就家己的 freestyle， 因为照家己介意的歌戏调，自由天词去唱去演。传统的歌戏因为无法度用伤复杂的道具，就用身段来表现情景，亲像开门。骑马等等，一切拢是靠演员的功夫。歌戏班内面除了舞台前看到的演员进场以外，还佫有乐师，也就是后场。俗语讲3分前场，7分后场，佫讲无后场行无脚步，就是讲若无乐师的音乐。正场的演员嘛搬袂落去啊，而且乐师现场的演奏吼，迄是摕规块卡大来放，嘛无底比的啦。古早时代，一般人看袂起演员，讲是爸母无写戏，送囝去做戏。
讲是无才调的父母，才会送囡仔去学歌戏做演员。不过即摆时代无同啊，真侪演员拢真受大众尊敬。例如歌戏、落地扫。